最近又有新出版的台文詩集號做《台灣色水台文新詩集》，是詩人郭文賢用25年的時間完成的作品。作者用詩來寫台灣無同款的色水，也寫四季生態，也寫人文精神。出版社認為講，即賣台語文的出版品是愈來愈多，也對這台語文的發展有正面的幫助。6月天，敢是相識傷心的日子，敢是老歲離機的傷悲，清冷冷的樹枝，紅摃摃的花蕊。詩人用台語描寫6月色水。詩人郭文賢最近出版新的台文詩集，號做《台灣色水》。郭文賢佇基隆出世，佇淡水讀冊。為2001年開始用台文創作，伊認為用母語才會當表達家己的感情。這本詩集唔但寫花邊的雨、江邊的風，寫四季，嘛寫台灣人的精神。就是寫台灣的色，台灣有啥物色？所以我有台灣的氣候、台灣的地理，過來土地頂懸的台灣人，台灣人各種藝術文學，為了歷史文化打拼這個人。這本詩集是作者經過25冬萬色的成果。郭文賢透過色水，把家己對土地、對歷史、對這個時代感動，透過字句記錄落來。出版社表示，這本詩集描寫真濟家人、大場町等等北部的生態甲歷史。就若像作者要透過詩句，要帶讀者做伙去行踏。一篇一篇看落去，會感覺講，若像伊咧帶你看台灣的歷史甲地理，啊，閣有一寡伊細漢的時陣佇，因為伊是伊故鄉佇基隆，閣有淡水遐，所以伊寫足濟北台灣的歷史。出版社表示，即馬台語文學出版品愈來愈多，對台語文的發展有正面的幫助，嘛毋忘未來有愈濟台文作品，互愈濟人看到台語無同的色水。記者吳金陽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